就是这个上新的讲法。另外，这方面同款嘛是在点上新，继续要来关心资深的媒体工作者黄光芹，也让面世表消息，讲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因为无信任别人，过去因为无信任伊的新北，也就是高雄轮船公司的董事长黄文才，甲一寡选举的代志拢压出去，就那甲黄文才叫来骂半点钟。今日黄文才嘛出面公布这款代志，咱做伙来听伊上新的讲法。他应该是3月8号。之前打电话给我，那时候他是为了写那本书，然后打电话给我补充一些资料。那补充完了以后，后来我就去跟韩市长报告嘛，大概前后大概可能5分钟、10分钟的时间而已吧，然后就没了。那市长为此而暴怒吗？完全没有啊，就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而已啊。没有啊，我没有被骂啊，根本也没有所谓的什么咆哮什么之类的，完全没有这回事啊。对，因为他写的很仔细，还说什么痛骂半小时。问题我只跟韩市长大概我只跟他讲大概5到10分钟吧。那当时的谈话内容是什么？没有，我就跟他讲说黄光芹打电话找我啊，然后那我就补充一些选战的一些资料的一些东西，那讲完就没了。那还是韩市长当时有没有什么情绪反应，或者他听了你这样说之后，他是怎么看？没有啊，没有什么反应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讲完就5分钟10分钟就离开他了，就这样子啊。记得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？没有什么特别情绪。那你觉得那个黄光芹之所以会这样写是？你必须去问黄光芹，我完全不知道。我只是说有关于我的部分是完全没有那回事。对，大概是。他有一句说“伴君如伴虎”，你有这种感觉吗？我已经跟他伴了30几年了，我跟他好朋友了，就是这样子，没有这个感觉。所以你跟黄女士也是朋友嘛？对，你今天看到她这脸书的贴文，你的第一个想法是？因为就好像是上次他讲说什么斗李嘉芬集团啊，我里应外合啊，我是已经找好律师了，我大概这2天会提告，正式提告。因为这对我人格是一个很大的抹杀。是针对什么部分提告？哪一件？就诽谤，他就诽谤，就说我是斗李嘉芬集团的成员，而且我扮演里应外合的角色啊，这对我人格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抹杀。那今天他在加码这一篇，我会跟律师再讨论一下，就是看一些提告的内容。那这篇他还有提到说，除了骂您半小时之外，他也有说市长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人，有这件。我跟他在一起没有这个问题啊。那市长我现在就是一直频繁换车，就是连住的地方很多人都不确定这个。这个我不关我的事，我就讲说我也不是那么清楚。对。市长真的没居无定所很多车吗？没有啊，我确定他居有定所啊，就这样。因为到高雄之后，市长住的地方你有去过吗？有。在哪里啊？就觉得，因为他不住官邸，他是住凤山吗？还是？你问市长这个事情不要问我。所以有去过有去过，对。固定的地方。有固定的地方。所以自从像上一次这个黄光芹爆料之后，到现在你们有私下联络过吗？有，我跟市长偶尔会碰面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自从那一次，我记得他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是拜托我帮他写序文嘛。那本书的序文我跟他婉拒了，那是最后一次联络，再来就完全没有联络了。是互有联络方式的，怎么不想说打个电话，可能解释一下误会？你要问他吧。你也不想主动打这电话？我现在就是找律师了，大概是这样。他那时候讲得很清楚，说就是市长很焦急，把你叫进去问他，没有，说他写的什么？没有，是我主动去跟韩市长报告的。好，就是说，我跟黄光芹谈完电话以后，我主动跟韩市长报告说，我刚黄光芹有打电话找我，跟他大概讲哪些什么东西，大概就这样而已啊。那市长那时候的反应？没有啊，没什么反应啊，就知道有这回事就知道有这回事就算了，就这样子啊。才哥，因为您跟市长30几年的交情，有没有一些其实是你们之间兄弟的互动，然后被错误解读，有可能吗？今天就到此为止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黄光芹的事情。有没有说好，谢谢。就是对
谢谢你跟他平常之间的就是一些互相开玩笑，结果传了出去变成这样，有可能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哎，那可是因为像这个细节这样子，他写成这样，如果假设黄女士她不是凭空杜撰的，那我是当事人啊，我是当事人啊，我最清楚啊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他的消息来源是怎么样啊，就我刚刚已经把事实的经过讲出来了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好没，有可能，没有可能。没收手机吗？你要去问市长，因为他说里面有说当事人有说，你知道那当事人这跟黄光琴的事情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谢谢。这时候他曾经没收你的手机吗？不是没收，没有没收的问题，没有没就是收。关机。就是说，比如说你要讨论一些重要的事，你总不希望人家来干扰吧？有电话来干扰啊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。所以会手机关机吗？就是有时候手机会没有摆在自己身边，会统一放在一个地方是吗？不一定吧？不一定。你要问市长，没有那什么管制，就谈重要的事情，你总不希望外界来干扰嘛？总是不希望外面人来干扰，然后你要讲到一半你要接手机什么之类的，这也不方便。我不知道，大概是这样子了。所以像黄光琴这篇，你有觉得说哪一部分是那个？有关于我的部分，有关于我的部分100%是胡说八道。